大家好，我係2D 班葉佩如。我平時最中意跳舞同睇書。當我讀緊幼稚園嘅時候，媽媽參觀完真梅千星，雙眼發晒光，每日不停同我洗腦，話要不惜一切代價都要入到真梅。當我讀1年級嘅時候，我終於明白點解媽咪咁中意真梅啦。呢度有互相幫助嘅同學，仲有悉心教導嘅老師。我最中意上 Mr. Oliver 嘅英文堂，佢上堂超有趣，會設計好多遊戲同你哋玩住學英文。學校嘅活動都好精彩。上年12月，老師帶咗我哋全級同學去愛丁堡工作訓練營，2日1夜宿營。我哋玩咗戶外定向訓練合作同解難。夜晚嘅時候，同同學一齊鋪床、入枕頭袋，仲同好朋友孖鋪添。呢次遊學真係畢生難忘，我好期待3年班嘅遊學。多謝大家。